每到农历年节，年轻人回家总是要面对亲友长辈们的关心，心理压力非常大。前主播蔡一帆在谈话节目中透露，自己年节回家时，曾被问到为何还不生第二胎，他当下直接回我不孕，瞬间让全场冷静，亲戚们都低头吃饭。因体质难受孕，之前好不容易生下女儿的蔡一帆上谈话节目分享过年与亲戚的对话。他说自己表姐、表妹、堂姐、堂妹都生2个或3个，因此他经常被问何时要生小孩。后来虽然生下女儿，仍有长辈追问怎不生第2个。蔡一帆表示，每次被问到都压力很大。他没有想要比赛生几个小孩，单纯1个就足够。当下他决定让这话题结束，直接告诉对方阿姨我不孕，瞬间全场安静，每个人都低头吃饭。